為咗減少碳排放，各地社會積極推動能源轉型，綠色新能源係一個主要嘅發展重點。其中氫能備受矚目，由於氫氣燃燒嘅時候只係產生水，唔會排放溫室氣體，因此被視為潔淨能源嘅新選擇。煤氣公司喺發展氫能方面具備獨特優勢，生產嘅人工煤氣當中，一半成分就係氫氣。因此，煤氣公司喺幾年前就開始大力發展氫能，利用變壓吸附技術抽出煤氣內嘅氫氣，提取氫氣純度達到99.97%，適合供氫燃料電池產電。我哋嘅地下煤氣管道遍佈全港，總長度達到3700公里，已經具備輸氫供氫嘅基建優勢。只需要喺客戶端安裝抽氫裝置，就可以無間斷供應氫能，令客戶使用到安全、高效、極具成本效益嘅能源方案。煤氣公司擁有超過160年安全營運燃氣同埋氫氣嘅經驗，可以為香港發展氫能提供強大嘅支持。其實早於2022年，煤氣公司已經喺大埔煤氣廠設置氫氣提取設施。我哋嘅氫氣抽取系統係根據國際認可嘅標準同埋規範去製造，適合本地投入成本低、安全同埋高效嘅氫能方案。喺發展氫能嘅路上，其實我哋聚焦3大層面，利用氫能為工地提供電力、氫能驅動嘅充電樁系統以及研製綠氫。現時好多建築地盤都係用柴油發電機提供咗臨時電力，如果使用氫能發電可以減少碳排放。我哋積極推廣同埋普及氫能電動車充電樁，提供潔淨能源。至於綠氫就係用可再生能源，我哋已經積極投放資源研發呢個行業最領先嘅技術，利用蒸汽甲烷重組技術將生物沼氣轉化成綠氫。特區政府早前發表咗香港氫能發展策略，機電工程署亦都喺2025年舉辦氫能零碳 STEAM 嘉年華同埋氫能論壇，反映出香港對氫能發展嘅重視。煤氣公司亦都全力響應，我哋深信氫能係推動綠色能源轉型嘅關鍵之一。現有嘅政策支持，加上煤氣公司嘅技術實力同埋日益完善嘅配套設施，氫能喺香港絕對有巨大發展嘅潛力。我哋期待見到氫能喺本港得到好廣泛嘅應用。煤氣公司正積極同唔同企業攜手合作，共同探索創新方案。喺2025年1月，煤氣公司同智誠集團簽署咗合作備忘錄，共同開拓氫能發電業務。我哋喺今年2025年1月同煤氣公司簽咗一個戰略合作協議。咁呢個合作協議就係推動香港有綠色地盤啦、綠色樓宇同埋我哋綠色香港嘅。特別煤氣公司喺香港有160年嘅燃氣管理經驗，咁佢哋而家喺抽氫啦、存氫啦同埋運氫方面都有一個好安全嘅方案。咁而我哋智誠香港集團喺香港亦都有超過40年嘅歷史，咁我哋亦都係行內邊工程機械租賃啦、供應啦嘅一個專家。我哋今次同煤氣公司都希望結合雙方嘅技術同埋資源，一齊去開拓氫能嘅應用場景，特別係喺香港嘅建築地盤入邊實現減碳嘅成效。我哋智誠今次開發嘅氫能發電機係參考翻我哋而家公司 KCG 系列嘅柴油發電機設計，所以係完全符合香港嘅地盤應用，亦都可以做到建築工地嘅零排放，實現綠色地盤、綠色工地。喺香港唔同地方將會陸續見到氫能應用嘅足跡，其中一個係位於西貢嘅康樂場所。煤氣公司喺西貢一個板式網球場開展咗氫燃料電池發電試驗項目，可以為電動車充電，充分展示咗氫能技術嘅實際應用潛力同可行性。呢個項目唔單止體現咗煤氣公司對創新能源技術嘅投入，更為未來廣泛應用氫能作出良好示範。此外，煤氣公司亦同威南亞攜手合作，喺將軍澳堆填區擴建部分發展全港首個綠氫項目，利用生物沼氣生產綠色氫氣，預計今年完工並進行調試，每日將可生產約330公斤氫氣，進一步推動本地綠色能源發展。未來，煤氣公司將繼續積極推動綠色氫能發展，把握發展潛力，進一步拓展氫能喺唔同領域嘅應用。期待透過同各界合作，為下一代創造更美好嘅生活環境，邁向可持續未來。